大家平安。今天5月1日，可能很多人都在休假，然而在今天，我们也依然先来到主人面前。不管我们今天也要在家里面休息，还是要出外，然而我们也都将上帝摆在我们生命当中，让上帝来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也或许我们是一个难得的假期，也可以让我们真实的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起安静在上帝的面前。
主，我们感谢你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要领受你的带领、你的保守与祝福，让我们生命当中满有主你的印记。主，让我们生命当中充满盼望，让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亲爱的主，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得着你的平安，让我们在当中经历这许多的平安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持续透过了敬拜来到你面前，不论任何的风浪，求主你让我们更加的平静在你面前，让我们的灵更加的坚定，领受从你而来的意象，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走向那应许之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主你的陪伴。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5月1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2章第1节到第11节。列王纪上第12章第1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罗波安到示剑去，以色列人都聚集在那里，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因逃避所罗门王到埃及去，他一听到罗波安做王的消息，就从埃及赶回来。于是北部之族的人民派人去请他来，然后跟他一起去见罗波安王，对王说：你父亲所罗门使我们背负重担，如果你减轻我们的担子，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去，我们就归顺你。罗波安说：3天后再来，我会答复你们。于是他们走了。罗波安王征询几个元老的意见，他们曾经做过他父亲所罗门王的顾问。他问他们：你们认为我该怎样回答这些人呢？他们说：如果你想好好为人民服务，答复他们时说些好话，他们就会永远服侍你。可是罗波安不理会这些元老的话，却去找一些年轻人，他们是跟他一起长大的，现在做他的顾问。罗波安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建议？那些人要求我减轻他们的担子，我该怎样回答他们？他们说：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呢，我父亲给你们重担，我要给你们更重的担。他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翅膀击打你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2章第1节到第11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也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在今天经文当中，大家看到了什么？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前面一章讲到说，所罗门王过世了，而接下来也就是他的儿子来接任他的位置。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前面11章是讲到说，所罗门上位，他盖了圣殿，盖了他的房子，后宫佳丽超过1000人，而最后得罪了上帝，最后他死去了。接着当然他死去之后也要有人来接任，因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接下来也就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了。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他的儿子罗波安到示剑去，他的儿子罗波安去到示剑，众人聚集在那边，要立他为王。当然示剑有很多一些事件在这当中，也包含前面的雅各他们家的事情，约瑟后来埋葬在这边，然后有很多都用到示剑。这时候他们也聚集在示剑这个地方，要来立罗波安为王。所以在当中他们可能都会觉得，一个新的人来，或许有一些新的气象。确实我们往后面看，有一些新的气象。或许我们很多人会期待说，有个新的人来了之后会更好，会怎么样？所以在这当中也看到这些经文下来，感受到好像有很多事情是可怒不可言。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当他们要立他为王的时候，这消息一定也会传出去。而这边讲到说，另外一个耶罗波安，前面也是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之后，才逃避所罗门到埃及去。前面经文讲到说，他很能干，他也很用心，但是因为能干用心，也开始有一些坏的心思。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会不会有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都会很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候，为了要成全自己，为了要达到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去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上帝拣选的耶罗波安，但是耶罗波安他后来是怎么样做呢？他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让上帝真实的来带领他？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太过依靠自己。我想到底有多少人敢说这是上帝要他做的？以前有段时间是这样子，但是我看现在有很会这样说的人已经不多，因为真的没有上帝的声音。当我们不寻求的时候，当我们被上帝选立，被膏抹，被封立，被安立，不管是成为牧师、长老、执事，就像我们看到耶罗波安，虽然上帝拣选他要来做北方这10个支族的王，但他开始，或许有些人会诠释说，他所做这些，不就是达到上帝要成全的事情吗？后续看到罗波安这王的这些回答，也促成了后续的。所以这当中也可以用2种方式来讲，究竟上帝预知了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还是上帝命定了未来的事情，让这些事情允许它发生？这都是不同的讨论的方式。然后在这边我们看到事情确实这样发生，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上帝也让人可以去选择你要走的路。上帝预知了，或许上帝也干预了，那这当中这些事情也将继续的在发生当中。耶罗波安他被拣选了，而他在当中我们知道，当有些人被内定了，就像公司里面一样，在公司里面有可能有些人被内定了，在军中有些人被内定拿到占了某一个缺，
就像以前常常听到说，一个中尉占了中校的缺，对他来讲，他可以平步青云上去。有些人会很谦卑，有些人会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天之骄子，所以骄傲的心就出来。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有些人占了某些的缺，就被内定好了，就会开始很骄傲。伊罗波安他确实有能力，他也被内定了，要成为北方10个支族的王。在当中，他也开始产生了一些东西。而罗波安呢，据说他只有他一个男孩子而已，所以他势必会做这个王。所以他做这个王，其实他没有太多能力，所以他的父亲也很担忧这个孩子的未来。所以一部分是看到这个孩子的才能就是如此而已，一部分是知道上帝所说的接下来可能不在这个孩子身上了，所以这父亲也会有许多的担忧。所以当耶罗波安他一听到罗波安要做王的消息的时候，就从赶回来了。其实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时候，哈达他听到了大卫王死去，他知道有这样的机会了。耶罗波安听到了所罗门王死去，他也听到一个机会了。或许是有一个机会他可以出手的。所以当耶罗波安回来的时候，北方的人民派人去请他来，然后跟他一起去见罗波安王。他们一起去见他，对王说：你父亲所罗门给我们背负了重担，如果你减轻我们担子，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去，我们就归顺你。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这是我囊中之物，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好像以色列的情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其实某些很像。但是这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想法，很多人的想法都会是如此。这原本就是我的，我怎么样做，你们就要顺服在这当中。其实有时候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也会回想到以前看的很多的宫廷剧里面也是一样。这些皇帝都会觉得你们就是要听我的，所以他怎么做，人民就要怎么听。但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在这当中可以更去体察、了解事情该怎么发生？很多人喜欢手上掌权，但是并不喜欢去听别人的。喜欢手上掌权，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很骄傲。而这些人，他们请求，我们可以回去看，确实在过去这20年做了许多工程，确实会很累。其实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得很累，而在当中能不能好好休息？因此在这里面也让我们去看到，其实在这样对应当中，到底是王跟子民，还是兄弟的关系，是同一国人还是外族人的关系？而这边我们看到这北方的人其实也释出善意，他们希望能够减轻他们的重担，这样让他们能够好好的过生活。他说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归顺你。其实这也是个在谈条件，一个在谈判过程当中，如果你这样，那我们就那样。相对的，如果你不这样子，那我们就不那样子。你不减轻我们担子，那我们就不归顺你。但如果你减轻我们担子，我们就一样归顺你。其实在当中，我想接下来这句话也没错，他跟他们讲说，3天后再来，我会答复你们。其实对他来讲，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他没有像他父亲这样领受上帝赐给他的智慧，他也没有经验，就像所罗门一样，他一开始上位的时候，他很多事情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上帝也看到这些，所以在梦中要赐福给他。罗波安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他接下来也去问了2群的人，他征询了几位元老的意见。这些人跟过所罗门，在当中或许他们也会用他们旧的思维去看所罗门会怎么做，所以他询问他们的意见。其实这是一方的意见，其实我们就觉得都要听，各方的意见都要听，然后王要做出判断。这边也是一样，他去问了这元老的意见。他问他们：你们认为我该怎样回答这些人呢？有这样问题，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他们说：如果你想好好的为人民服务，答复他们的时候，说一些好话，鼓励他们，肯定他们，祝福他们，说一些好话，他们就会永远服侍你。其实这算是一个很中肯的。他们说：如果你减轻我们的重担，我们就永远归顺你。而这边讲到说，如果你好好的感安大，好好的顺着他们毛摸，对，这当中把他们安抚下来。所以把他们安抚下来之后，他们就永远服侍你。其实有时候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动作而已，安抚下来，一个小动作就可以了，他们就永远服侍你。所以在这样一个小动作当中，要不要做？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罗波安不理会这些元老的话，却去找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他跟他们在一起的，一起长大了，现在做他的顾问。所以很多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喜欢找我们熟的，而这些人也了解他，他可能觉得他们这些话也比较能听。但在这样过程当中，这些人也不尽然有经验。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这边讲到他们跟他一起长大，现在做他的顾问，所以他也去找这些年轻人来询问这些话。但是他前面讲到说不理会这些元老的话，所以他不理会这些元老的话，也就是这些元老的话听不下去。其实我们常会这样子，拉不下面子，我们常会拉不下面子。那些人，你要我安抚他们，说些好话，怎么可能？那些人，你要我怎么样怎样，怎么有可能？我们常常会是这样的状态。而这些年轻人可能状态也类似，所以跟他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去安抚他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说，所以耶罗波安问那些年轻人，他该怎么回答？这些年轻人说：“你可以告诉他们啊，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这是何等狂妄的话！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需要的比我父亲还多几十倍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人也是用这样狂妄的话在讲：我父亲给你们重担，我要给你们更重的担。他用鞭子打你们，我用翅膀击打你们。因此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许多的事情。当这许多建议进来的时候，你愿意听哪一个？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很执着在自己所想的。当一个领导者，当一个想要参与在某些事情的人，只想要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会存在这当中。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常常讲的不只是自己想法，在当中你愿不愿意顺服在上帝面前？在当中上帝的话语你有没有听进去？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话语，顺服在上帝面前，让上帝来带领我们。在听这些声音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元老才是对的，还是年轻的是对的。我们很多时候很难以这样去判断，即使来到上帝面前，也不知道上帝要跟我们说什么。因此在当中，其实让我们回来思考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究竟要跟随哪一个声音？我们看到大卫，其实我们回来看，当我们要领受哪一个声音的时候，我们想要大卫他是常常来到上帝面前
来敬拜上帝，来献祭。他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这许多的话语。他询问上帝：我该怎么做？我该不该做？所以，当我们常常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明白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当你都不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只会越走越远。当你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在做的时候，当然跟上帝越离越远。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也是让我们回来看，确实这个民族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在大卫身上，或许他有做错事情，但是他马上就回来，马上就认罪悔改。当大卫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展现这样的状况，很棒的一个状况。他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询问上帝。但是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儿子，前面好像表现得还不错，但是后面整个崩坏。所罗门后面整个崩坏。所以在当中，其实在前面那11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所罗门没有真的很顺服在上帝面前。他并没有常常来敬拜上帝，他没有常常去询问上帝。他很有智慧，上帝赐给他智慧，上帝看到他的难处，上帝看到他柔软的心，所以赐给他智慧。但是我们看到他有许多问题，上帝也一直在提醒他。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其实他并不是他的生命，他的属灵生命其实没有进到那里面去。因此在他的后面，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这个孩子他跟随的，他也没有，就像我们在讲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后续所带出来的也是很多问题。当我们在当中也是看到，在许多人生命也会是如此，没有好好的把自己的生命造就起来，你的孩子会学习什么？当然我们后续看到犹大国这边，有可能他父母做的不 OK， 但孩子可能看到圣经，可能会悔改。所以当我们在看接下来这11章或者接下来的列王记下的时候，其实真的会看到某一些点，上帝的怜悯依然在。像昨天在讲的，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们的时候，但这不是永远的。所以虽然这家族里面有很多败坏的事情，但是上帝的怜悯依然在。后续还是有几个王所做的是上帝看为好的。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是有机会，并不是一个人犯错，接下来全盘都错，而是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前面的犯错，做了很多上帝看为不好的事情，但我们依然有机会。所以在当中要劝勉我们要一直读经，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来读经祷告，也是让我们生命来到上帝面前，让我们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那些人一样，他们有机会读到圣经的时候，就带领会众一起来求上帝赦免。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是说过去就怎么样，就一定是这样子。过去有很多惩罚，但是我们这一代可以改变。上帝有很多，前面有很多的祝福，那我们这一代要继续的把它持守住，交给下一代。所以我们在看列王记，要看到我们有没有愿意顺服、遵行上帝的话语。在这件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王过世之后，他的儿子罗波安上位。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很骄傲的、很自以为是的讲出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大的时候，其实也是那一种骄傲，那种不可一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其实需要调整的。所以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越来越糟。其实再回到我们生命来看，在这经文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上帝？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
现在主，愿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陪伴我们。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情况你都知道，也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我们所面对的许多遭遇，也让我们交在主你手中，让我们安静在主你的面前。就像这些人民一样，他们安静在你的面前。虽然他们去跟王说的，王不听，甚至要加重他们的重担，但愿主你在当中来掌权，在当中你让一路破安去帮助他们。或许这许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成熟，但是愿主你在当中掌权，在那些自以为是、那些不成熟的人，他们所做那许多的事情，在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上帝你都会出手来做处置。主也让我们在当中，我们所经历这许多的事情，也愿主你出手来帮助我们。那些行在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些喜欢做那些你眼中看为恶的人，求你出手去导正，甚至惩罚。然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让我们被主你来调整。或许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不尽如你的想法，不尽照着主你的旨意来走，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或许调整我们，或许用这样惩罚的方式要把我们带回来。亲爱的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愿意降服在主你面前，让我们更愿意将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让主你来带领，让主你帮助我们。亲爱的主，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不经意的离开了你，但是当我们每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生命要被你来提醒，我们生命要被你来改变，来调整。所以我们要将今天这段经文的领受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愿这些成为了帮助，愿这些成为喂养我们生命的话。或许我们常常用经文在指责别人，但是主也帮助我们用经文来指责，来提醒我们自己，不是自己对着别人，而是对着自己。让我们在每天的读经当中都能够领受你对我们说的话。感谢主的恩典，献上我们的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期待我们每天都能够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让上帝对我们说话，叫我们分别为圣。愿上帝赐福你。